好啦，呢度咧就講關於巨型離子結構嘅性質啦。咁有啲重點都非常之緊要啊，大家同學有啲要記啦。咁啊，譬如熔點同沸點嚟講咧，都係比較高嘅，800幾度去到1000幾度啦。咁咪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粒子之間有好強嘅離子鍵啦。當你熔點嘅時候，即係要破壞佢哋離子鍵啦，咁就需要去用好多嘅能量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嘅熔點、沸點都係好高嘅。咁第二樣啦喎，離子化合物個特點咧就係大部分嘅都係會溶於水嘅。咁點解會溶於水啊？因為其實水分子之間同離子鍵之間嘅吸引力都係好強啦，或者好相似啦。咁所以咧，當佢溶喺水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可以咧拆開咗，變成唔同嘅離子啊。OK。咁譬如如果再講深入少少咧，咁其實譬如水分子嚟講咧，佢哋裏邊咧會有一啲叫做極性嘅狀態啦。咁譬如氧嚟講咧，就係比較電負性較高啦，就會有少少略帶負嘅狀態；而氫咧就會有少少略帶正嘅狀態啦。咁就正負互相吸引咧，就會拉到啲離子出嚟嘅。咁去到電負性咧，就會去到後邊咧先會再講嘅。咁如果非水溶劑，即係譬如啲油性嘅溶劑咧，佢本身吸引力就會好弱啦。所以咧，非水溶劑咧就唔可以溶解一啲叫做離子化合物啦。好啦，第三點啦，呢個都好重要嘅喎。離子化合物嚟講咧，喺固體情況下咧就不能夠導電嘅，但係如果喺熔狀態或者喺水溶液狀態咧，就會可以導電啦。咁解釋嚟講咧都好重要嘅喎。因為咧，固體咧喺呢個離子化合物喺固體狀態咧，因為裏邊離子不能夠自由移動啊，咁所以就唔可以導電。但喺熔狀態嚟講，或者水溶液狀態咧，裏邊有一種叫自由離子或者可以自由移動嘅離子啦，咁就可以導電啦。咁如果佢自由移動嘅話咧，佢就會順住一個電荷會走啦，就有個電流產生出嚟嘅。好啦，離子化合物仲有一個特性嘅，雖然咧離子化合物佢硬度好高啦，但係好易碎啊。咁硬度高嘅原因就係因為粒子之間或者離子之間有好強嘅共價鍵啦，破壞佢哋係需要好多能量。所以巨型離子結構嘅離子化合物咧，個物質嘅硬度一般都好高。但係咧，如果某一層嘅離子受到壓迫嘅話，而產生滑動嘅話，位置改變咧就會令到咧離子之間就會出現咗排斥啦。意思就係咧，譬如當佢出現移動嘅時候，佢正同正互相接觸嘅咧就會出現排斥啦，咁就會碎開㗎啦，易碎啦。